6月6號佔據各大新聞媒體頭條以及各人茶餘飯後話題嘅新聞，相信就係 Donald Trump 以及 Elon Musk 反目成仇嘅事件。但係其實6月5號晚，英國發生咗一件不可謂唔係大事嘅事情，就係英國民意最大嘅改革黨黨主席喺毫無預兆下宣布辭職。呢位喺2024年7月11號上任嘅黨主席係英國改革黨於5月初英格蘭地方選舉大勝，除咗領袖法拉奇之外嘅最大功臣，沒有之一。非常之巧合，亦都非常之不巧合地，呢位本身係虔誠穆斯林嘅黨主席，喺同樣係改革黨嘅新晉國會議員 Sarah 喺同一日嘅較早時間詢問首相 Keir Starmer 會唔會效法其他9個歐盟國家，包括丹麥、瑞士、荷蘭，去禁止穆斯林人士佩戴頭巾之後唔夠半日，佢就宣布辭職。就喺 Sarah 議員問呢個問題之前嘅幾日，喺歐國聯嘅比賽當中，一位好出名已退役嘅 UFC 拳手 Khabib 喺被邀請到作為訪問嘉賓當中，拒絕同一位女士握手。身為穆斯林嘅哈別拒絕同英國記者握手，以及 Sarah 議員喺國會嘅問題兩段影片當中嘅大量留言，全部一面倒譴責穆斯林並唔融入英國社會，而自成一國嚟到去維持佢哋自己嘅傳統。佢哋講到呢個 respect 係雙向，你要求人哋 respect 你嘅同時，你喺人哋嘅國家，咁點解你又唔 respect 人哋嘅價值觀呢？講返英國改革黨主席辭職嘅呢件事，對於喺英國嘅移民，包括 BNO Holder， 到底有啲乜嘢啟示或者應該 concern 嘅地方？呢位改革黨主席係見到英國改革黨，尤其是 Nigel Farage 嘅個人意識當中，係喺上任之後將會大力收緊移民政策，以及會大力推動英國嘅移民英國化，包括學好佢哋嘅英文，以及尊重英國當地文化。見到勢色唔對而辭職下台。小弟之前拍嘅段片亦都講過，英國工黨政府現在做嘅事情，對外係同改革黨相反，但係對內完全就係將改革黨嘅主張 copy and paste 咗落去佢哋自己嘅政策上邊，即係話收緊移民政策，對移民越嚟越 harsh， 呢個根本已經係朝野共識。而應該令到喺英國各位移民更加 concern 嘅係，下一次嘅英國選舉係2029年嘅夏天或者之前，呢位領袖法拉奇好可能成為英國嘅下任首相。即係話，如果真係變成10+1，佢上台之後會唔會更加變成15+1、20+1？完全冇人知道。但係呢把刀永遠吊喺各位嘅頭殼頂上邊，不得不提防。不得不注意。講返頭先嗰位 UFC 拳手唔肯同英國女記者握手呢件事，作為一個啟示，英國人對於唔融入佢哋社會嘅容忍度已經到咗極限。香港人揸住 BNO 過嚟，唔好覺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覺得我揸住本所謂英國護照就同你哋有所不同。其實根本冇人當你哋係一回事。嚟到英國之後，你哋只不過係其他移民之中嘅其中一個。你同穆斯林、印度、非洲、東歐嚟嘅移民完全一模一樣，而且你哋嘅英文水平比好多英國人想象中係差好多。連英文都講唔好，就唔好話自己有幾咁英國，有幾咁國際大都會。我哋學好自己嘅英文，融入英國當地社會，我講過好多次，先至係王道。希望各位引以為鑑，亦都係戒慎恐懼，咁喺自己英國生活當中更加融入英國當地社會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我哋就下期再傾過。